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2月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新闻一开始先锁定武汉肺炎的相关消息。虽然中央公布高中以下开学延后到2月25号，是为了疫情不得不的评估甲决定，不过嘛造成侪家长烦恼囡仔的照顾问题。对此，议员李宗翰甲陈秋红特别召开记者会，希望市府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配套。为了防止武汉肺炎伫校园传播，日前宣布高中以下延后开学2礼拜，大部分的家长拢表达认同，但上要紧的就是小朋友的照护问题。虽然行政院公布会当申请家庭照护假，部分的家长认为这个请假难度比较较悬，甚至连劳工局伫昨的报道当中表示无相关的法令。对此，台南市员李宗翰甲陈秋红嘛特别召开记者会。认为劳工局应该徛伫劳工的立场来发声。咱昨吼那个中央政府已经宣布，我们的寒假要延长，暑假要缩短啊，同时会有一个防疫照顾假，就是互咱的迄个劳工朋友，他如果家里有小朋友要照顾的，唔通讲因为延长了寒假之后，他无法度受到这个照顾的工作，所以特别咱的劳工朋友会当来申请这个防疫照顾假。啊，毋过咱昨吼，咱的台南市政府，咱的劳工局有特别讲啊，这件事情强制雇主来做所谓的这个放假，好像是于法无据。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是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咱中央政府今嘛在讲这项工课的时阵，咱的劳工局显然还是慢了半拍啦吼。那到底是怎么样子解释说，是不是没有办法裁罚呢？还是没有办法怎么样？我们甚至还有听到那个民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要求劳工朋友先放他的年假、特休假，那这样子才能够来申请所谓的防疫照顾假。这件事情，我想咱的劳工局应该爱徛伫咱的劳工朋友同一个定线，替因做伙来想看嘛，安尼的办法要安怎来解套。为家长嘛考虑将小朋友送到安亲班，但这嘛可能造成另外一个群聚的感染。对此，议员嘛希望教育局会当赶紧来想办法。教育局他已经说要对安亲班还有补习班做加强防疫，那但是目前来讲，学生的家长还是很担心，因为我希望还是教育局提早公布未来要怎么做防疫，因为学生的家长真的很担心未来的小孩子到学校上课之后是否会感染，那防疫的措施是如何？那我也希望说教育局能够尽早公布防疫的措施。咱怎样吼？他所谓防疫照顾，其实咱真济。那个爸爸妈妈照顾小朋友，可能因为他自己也非常繁忙，不一定可以请假的状况，他可能会送小朋友到安亲班。那这样子会不会变成安亲班成为下一个群聚感染的地方？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特别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记者会？原因吼，也是希望透过记者媒体朋友，咱这会来思考这个。除了让劳工局他自己这一次步调慢半拍以外，我们也希望台南市政府看到劳工局稍微慢了一点，但教育局显然还是跟得上脚步的。这件事情，台南市政府他应该要统一阵线，拉高他的层级，回后续当来配合步调要能够一致。另外，便民服务的部分，它有一个中央疾病管制指挥中心吼，那这件事情它有提供所谓的1922，不过1922卡过，会当问的是问讲，我若是辛苦白天的时阵，我要安怎来处理？其实1922它应该也可以发挥这样子的功能，甚至市府也应该来做这件事情的是讲，民众针对咱今嘛中央的命令，咱的行政措施有什么不方便、不了解的地方，它应该都要能够开出一条管道，让民众可以来咨询，让民众可以来了解现在我们市府到底要做什么样子的动作。20个之前，劳工局长王新之回应表示，厝内如果有12岁以下儿童，家长要请防疫照顾假，雇主一定要准。防疫照顾假敢会当发薪水，虽然无强制，但劳工局徛伫劳工权益立场，鼓励雇主会当发薪水，互家长会当安心伫厝内照顾。今日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预计伫3月1号登场的台南高度国际马拉松比赛，最近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传出要停办的声音。对此，主办的台南市教育局表示，将伫2月中旬看国内疫情的状况才决定。
今年迈入第14届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比赛，敢有可能因为武汉肺炎的原因而停办？台南市教育局表示，将会甲卫生局进行专业讨论后，最后结果预计将伫咧2月中旬公布。我们在上个礼拜事实上也邀集卫生局那局长，那我们一起讨论，在目前国内的这个疫情的一个发展状况来讲，事实上是还在这个个案，然后也没有所谓社区群聚感染，所以是在控制当中。那当然3月1号离现在大概还有1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们建议说比较这个精确是否要停赛的决定应该在2月中。如果疫情是有升温，那基本上到时候再做决定是否要停赛。那目前来讲是持续准备，就所谓没有停赛的一个规划。第14届台南古都马拉松，今年总共有2万多人报名，在国际组嘛有29个国家、298位国外选手参赛。教育局表示，将会主动联络这外国选手，进行流程的劝退。国际的一个选手，那我们在初步调查出来有298位是国际的选手，那298位有一些是国内的外国人，那有一些是要从国外进来，那大概国外进来的部分我们掌握大概有104位，那这一些选手原则上因为他需要搭机过来，那他可能会经过中港澳等等的一个转机，所以这一些选手我们是用委婉的方式婉谢他们参加，但是可能会就婉拒因为这个实际上为了他或者是为了我们的这个防疫的一个避免缺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逐一告知，但是我们会全额退费。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以古迹密度上悬以及传统特色小吃出名，吸引国内外跑者的目光，报名人数屡创新高。这次因为防疫的原因，可能会停办。虽然让不少跑者失望，但因嘛会当理解主办单位的用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枢交通公共運輸，不管是大客車、公車，也是客車，其實因攏是排喺服務市面的第一線，而是服務的提升品質，所以每一檔會持續辦理優良駕駛的表揚。而表揚會中面對武漢肺炎疫情，市長表示，穩健的防疫教育加口罩優先大力配上，攏是必要。邁入第7屆大台南公共運輸節優業者加優良駕駛表揚典禮，上午伫市府盛大舉行。所有得獎的公車也是客車，不管單位也是個人，攏經過推薦加票選等公開公正的選拔，所以競爭相當激烈，被稱作公共運輸界奧斯卡獎。其中客車穩健的服務，對一檔2個月到上屆主簽的37檔攏有。總共有9經業者19位優良駕駛，已接受市長頒獎表揚，場面相當熱烈。服務啊，服務上重要啊，唔得有人客。阮伫遐咧，就是拢早已熟悉的啊，拢都你若服務好，人就较会甲你叫啊。阮咧拢装卡，阮身躯啊，有差啦，生意真正有差。繼續愛拼啦吼。係啊，係啦，啊都。我哪要退休啊啦！不管是大客车，不管是公车，不管是计程车，不管是小黄公车，其实他们都是在扮演着服务市民行的权利的第一线。那么，今天的颁奖的人有了最短的服务1年2个月，最长的服务的37年了。所以说，可以说是以这个驾驶为终身职志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将来可以对于驾驶的服务品质把这些好的案例能够持续推广，让更多的好的驾驶在市民的心目中变成一个最好的朋友。卫生市长表示，台南市的公车运量成长已经是6都第一，在品质部分不断透过教育训练，让客满意度嘛愈来愈高。当然，现在第一线的驾驶面对武汉肺炎疫情伫口罩的需求，交通局会优先协调卫生局来提供。基于最近是有关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措施，那一线的这个计程车的驾驶跟公车业者，我们都请他们要戴上口罩，因为他们会接触不特定的人。那有关业者反映就是近期这个口罩不容易采购的这个问题，那市府这边一定会协助业者来提供这个相关从业人员足够的口罩。那我们已经初步协调府内的相关的卫生局跟经发局相关单位，那我们会
尽最大的能力来这个提供这些相关业者来辅助。那目前这个相关单位已经这个有这个调配出相关的数量，那这几天我们就可以发给这个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从业的业者。今年的颁奖典礼除了有奖杯肯定，交通局也额外提供每一位优良驾驶12000块的实际奖励，希望更较侪稳将学习因服务的精神。台新闻官及何乔光采访报道。为了和民众到每一个公园拢无同的享受，但市积极打造特色公园，目前已经规划出15座，其中上新的雁空区上河公园嘛已经完工。市长吴伟铁3号亲自主持开营典礼，同时嘛甲现场民众做伙体验特色公园的趣味。位伫永康区的祥和公园，有着全台南市上长的麻石溜滑梯，成为公园的特色，让市民朋友无分年龄，拢会当回味溜滑梯的趣味。而且这座公园佫配合原本地景做规划，成为山水景色公园。一言当地居民20当来想要建设公园的愿望。那现在多了这些设施，还很可以带小朋友来玩，蛮有趣的。你刚滑这个溜滑梯感觉怎么样？很刺激。较早袂当入来，唔知影这是啥物款的状况，只知影这是教会。即摆做安尼大家真方便，住伫楼顶拢会当看到。暗时电火开起来吼，足水的。他带囡仔来耍。哦，囡仔最爱来这耍迄个溜滑梯的。该公园土地原本的所有权是属于基督教美议会所有，经过沟通，市府只用市价一半价数就取得土地，这让市府非常感谢美议会对着社会大众的美意。非常感谢美议会的美意能够成就永康在这个地方有个都市之肺。那有在大楼杰比林次的中间有一个这个让民众可以休闲这个走走逛逛看看。舒缓身心的一个绿地，那么也感谢我们那个时候从开始创意开始的那个时候郭国文议员、郭国文委员，那也感谢我们陈秋平议员，还有杨忠诚议员，你们那个时候还有林彦柱议员，那个时候其实永康区的民意代表不分党派、不分蓝绿都是全力来支持，那所以说。有这么多人支持，创造了这么多需求，政府当然有动力、有义务来努力来达成。上河公园是市府目前已经完工5座特色公园之一，另外还有10座特色公园，目前还正在规划，也就是施工当中。市府也将持续听取各界意见，兴建上符合民意的特色公园。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对啊，特色公园的开发，市长吴伟铁10年以后嘛相当重视工业区的发展，为提供厂商更较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吸引厂商回来，经发局持续更新工业区的基础建设。根据了解，108年已经完成9个工业区的道路甲排水，今年嘛将持续便利估算来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市府经发局这几档来，除了积极开辟新的工业区，嘛将原本旧的工业区顶面，针对原本欠缺的基础建设进行改善，包括道路甲排水等等。去年已经完成9个工业区的改善工程，同时嘛伫3个工业区开辟服务中心，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建设，提供厂商更加利便的环境，吸引企业来进驻。早期我们开发的一些工业区，因为工业区。早期开发的它一些基础设施比较不足，而且早期因为政府财源比较拮据，所以他们那个基本设施有的并没有去征收开辟。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基于目前台商回流，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为了避免就是土地浪费，所以我们除了开发新的工业区之外，我们就是来盘点这些所谓老旧的工业区，就这些老旧工业区的部分。如果有一些它的基础设施不足的，我们来做补足所以我们在这个去年我们已经又投入了这个3000万，然后我们来完成了有和顺、湾里、山上、总头寮、嘉里、永康等9处工业区它的道路跟排水的改善工程。那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我们总共从100年到108年到去年底我们投入的这个经费是超过了6.437亿元，那其中包括我们跟中央争取的
补助还有前瞻计划有2.9亿元，那我们自己的配合款有3.53亿元哦。那我们道路累积，我们总共做了有35公里超过35公里，排水设施改善也超过27公里。那我们现在除了这些改善道路排水之外，我们也新建了3处的工业区的服务中心就包括嘉里、和顺还有总头寮那并且这个服务中心是提供这个厂协会他们的会务运作跟这个办公处所来服务这个工业区区内的厂商。今年市府嘛持续编列1500万的预算来办理工业区更新，希望带动更较侪厂商来进驻。同时，经发局嘛将持续甲区公所以及工区的厂商联谊会合作，针对因的需求做出改善，让台南有更较侪就业机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为了后火车头的国际大饭店伫清境台南10档以后，去年参加世界巧克力比赛，对亚洲区摕下冠军，进一步进军世界总决赛。结果打败10几个区域的精英，摕下世界银牌，为台湾嘛为台南争取公赢。特定这款混合调味巧克力，就是这摆香格里拉饭店的西点总决赛许艺兴打败一个欧美歌手所制作成果，嘛因为该饭店第一摆参加，除了过关斩将摕下世界的金牌，同时借出行销台南，嘛和市长黄伟哲伫观光路局长的陪同，亲自到场表扬台南之光，嘛是台湾之光。能够第一次参赛就能够勇夺亚太区的这个世界巧克力比赛亚太区的冠军，以及世界大赛的银牌这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当然除了鼓励个人之外，也感谢他们对台湾的行销，对台南的行销。那这点我们希望说，未来长长久久可以跟远东香格里拉饭店能够来做更深入的、更广泛的结合，不管在农特产品的行销，或是观光旅宿的行销，这点我们都愿意尽全力来这个配合跟协助。为了西点师傅被问到伊得奖的关键，伊无考虑认为就是用台南在地食材较突出的优势，得到评审的介意。他们所用到的食材，就是其实还蛮普遍的，所以相对的我们台湾食材就会比较占有那个优势。所以我这时候就是用我们那个阿里山的乌龙茶，然后跟那个南投的茉莉花跟柚子去做那个结合。那当然就是
评审在评审的时候就相对的会比较有那个记忆点，是他们平常比较没有接触到的食材。对，主要是优势是在这样。该饭店曾经台南10档以后，首次以西点的巧克力登上国际舞台，嘛，予因真大的鼓舞。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为协助中高龄劳工透过改善工作设备甲增加辅助器具来延长工作机会，别因为年岁较大造成工作上的困难，所以政府推出职务再设计方案。对此，台南就业中心的服务员苏义杰就相当有心，不断向企业来推荐。那当来已经协助将近400位员工继续留伫职场贡献。75年初新冠进入，外县有淡薄仔参像艺人水塘的就业服务员苏义杰，因为主动关心人的特质，嘛，互伊伫拜访厂商甲服务民众时有相当的热情。特别伫职务再设计方案当中，那当来已经协助90间厂商，互将近400位中高龄劳工继续留伫职场发挥价值。我一开始的话有当过门市人员跟客服人员，来到就业中心发现这是一个需要跟人相处的一个工作。那即便是陌生开发呢，我也非常得心应手，因为我之前工作经验的关系。时候呢是在传统产业的一个家庭长大，那直到现在我的父母还是在工作，所以劳工呢他工作上的辛苦我其实是很能体会的。2年来呢，很感谢我的厂商跟中高龄劳工，他们愿意相信我，然后使用职务再设计这样子的计划。是要时长管理要去搬动，然后就要的顾问就蛮受力，很容易受伤的。然后之后有生理回到这之后，就不用在那边弯来弯去，然后再关动也比较轻松，就改善，就在工作上也比较轻松，比较改善很多。开始侪中高龄的劳工，都也是家庭经济支柱，只要企业会当加予因机会，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因都有发挥的空间，而且每一案政府也会当补助企业相关10万块。职务再设计的方案呢？最主要的目的可以协助排除我们中高龄朋友在职场上所面临的这个身心下降的障碍包括我们提供这个工作设备的补助，或者是提供就业的辅具，还有我们改善工作的流程。所以我们补助呢每一个这个个案可以有10万元的这个款项，所以我们欢迎事业单位多多利用。透过职务再设计，不只帮助厂商提升绩效、留条人才，嘛是创造劳资的双赢。有需要公司行号不方向分家人分属来接触。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现代人愈来愈晚结婚，在门诊当中，时常能看到超过40岁夫妻来接受咨询。根据医生表示，原因就出自年岁愈大，卵子品质就愈歹。加上最近也有国外研究发现，空气品质的好歹，嘛影响生囡仔能力。卵巢早衰是指40岁以前，卵巢就出现更年前期的状态。伫一般人的发病率大约是1%到3%。不过最近10年来，因为生活形态的紧张，好发率不但增加，而且嘛愈来愈年轻化。加上最近一篇意大利的学者研究，认为空气品质 PM2.5 嘛有可能会影响到卵巢泡的功能。文献里面显示，就是说，PM2.5 可能在22的浓度，就可能会造成那个妇女 AMH 小于1的比例会增加。那所以这个当然它没有定论，但是它这个议题的话，就是值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中南部的妇女啊，那这个空污可能真的比较严重，那可能也要值得我们去就是防范。那尤其说我们现在又是晚婚晚育，那卵子储存量本来就已经低了，那我们更要注意就是外在环境给予我们的影响。大安妇幼医院生殖不孕科的主任林佩萱嘛表示，如果有生育计划，应该把握30到35岁的卵子品质，并且接受卵巢生殖力的检测。一旦超过40岁，因为卵子的品质，就算人工生殖，有生甲活产的几率嘛会大大来下降。
冻卵本身它其实并没有说规定一定要冻在几岁以前，但是当然我们就卵子的品质来讲，年纪越轻的话，它卵子的品质是越好。那所以原则上我们是建议说，30岁的女性其实都了解一下自己的生殖力。那如果一旦发现说，自己的卵子储存量是比较低的，那其实再配合自己的生活规划、生殖的规划哈，那就可以考虑说。也许在30岁以后考虑冻卵这个可能性。那原则上我们建议就是尽量冻在35岁以前，那卵子品质是会比较好的。当然，如果说你已经来到了超过35岁，那也有这个意愿的话，那其实当然是越早冻越好，尽量不要拖超过40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明仔详细的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天气，温度15度到24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2月3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